所以我看7千平的球，上去走一走，然后做。交代咱设的迄个，啊，做7000用户平安桥，是，变解运啦。是。啊，伊这头壳去伫迄个头湾就遮着，也做入龙喉。哦，入龙喉。哟，啊出虎口。哦，出虎口。啊，去到咱的单前埔底下徛丁里啊。是哦，迄单前埔的哦。单前埔。哦，咁单前埔就去。徛丁，是，单前埔就去徛丁。啊，即摆要出来搭用。要出来迄个亭子，安尼，搭3木千岁。哦，3木千岁。啊，落来咱出路口。哦，出路口。啊，落来西沙林。落来搭用西沙林。用迄个啊，做解运旗。解运旗。扫千灾。啊，做来好运。哦，来好。搭用清水过清身安尼。啊，伊咱保平安。是。这是咱王爷。啊，查某是讲手心，哦，查某是讲手心，坐3年了讲手心，啊，查某是讲头前尾，哦，是，将遐摆的运拢讲互开，啊，好运来啊，哦，是，咱迄个王爷叫咱设的迄个为咱信众，大家平安，啊，大家会当幸福美满，所设的啊，做7000用户平安桥，哦，足感恩啊，伊底下按一个7000咧，哦，是，上面平面后壁你若坐去后壁去，哦，感恩一个7000，足毕业啦，感恩哦。用户7000平安桥对。是，用户7000平安。这台湾的。是。用户7000平安。是，消灾解厄保平安。这咱台湾，咱才开始设咱的名。是，感恩。咱这个总干事呢？唔是，我委员哦。我是内政部。哦，内政部，内政。谢谢。这在讲南宁总镇守啦。对。白亚太是南宁总镇守。这个就是这个啊，做咖喱兴。哦。咱的台湾第一关。哦。迄个3级古迹。甲咱写起的，是。啊，南宁所真总定守的原理就是讲，以前伫即个南宁的部分呢，咱遮就是讲李王。是啊。遮李王来开基，啊，你南本身是50年岁，属西。哦，是哦。啊，这北平搭属乌搭地府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以前的50后，迄阵地府来开拓的。哦。啊，蛤蟆星。甲做满洲也是主路甲环路底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咱李府来徛伫中。哦。有啊，这都是咱李府来开拓。哦。好，安尼有较清楚啊。感恩。这研究历史哦，你无讲好，人家唔知。哦，都感恩安尼有较了解啊。哦，是。哦，那。像这。哦。定天地中。哦。定天地中，这叫做帝王位。哦，定天地中是。哦，这叫做银兵主母。是啊。银兵主母就是帝王位，伊这个庙的帝王位，因为这规顶庙拄啊看咱李府千岁，伊也是5当，哦，满头5当，也5西。哦，有影对。啊，遮多5人。啊，有影就对咧。是咧。帝王位啊。是。啊，伊甲木主大王。木主大王就你是，主大王。木主就李府啊。啊，木主就你啊。有李哦。对，木主大王。啊，咱也都灵尊主心。对啦，灵尊。伊有遐兄弟，大家拢去帮助遐兄弟，大家建庙了，伊上好位。安尼哦。嘿啦。啊，咱这有国师。是。
是国师咧。国师就是咱的起武功。哦。独者有福在5000岁，甲咱才有国师。哦，是。爱着啊，在有将同胞，就是我这同胞大家我成就。是。啊，则诸天性甲风调雨顺。哦，诸天性。是第一啦。是第一啦。哦。哟，伊要号做第一了有原因。第一大天父。唔是黑白号。是。你像永丰部队号一根第一大天父嘛面起袂起来。哦。伊都无接入天地中。哎呀啦，玉帝四季。三战五天，咱遮就啥呢？头前5000岁。哦，是。领令。二楼圣母。哦。领旨。啊，三楼咱不做徛山。徛山哦。徛山就是讲，有什么摆不平的，我来处理。哦，是。就是徛山啦。哦，像阮都有够力的都徛伫后壁咯，要摆不平的，通归啊就不做来处理，依附到不变啦。领旨、领令啊，徛山。领令。哦，领令。领旨，徛山。徛山好，是。啊来啦，四海来调神。哦，是。四海来调神。四海调神是。啊，定河南柯，伊这就是咱的金鸡母。哦，是。定河南柯。啊，咱真神河树就地灵嘛，啊，做百姓，树啊做百姓。哦，国泰民安是真好呀。哦，是真好呢。真好。哇！啊，这来个所属第一大天父真好强。哦，所属大天父。嘿啦。所属大天父真好强，第一大天父真好强。哦，足感恩啦！咱大圣的，咱足比咧。有时间再来谈。有时间再来谈啦，因为咱这个王船的因由，一定要了解。因为了解就是讲，因为王船是3年1考做石的时间哦，伊要来收这亡灵好汉、无位的孤灵，也是做这个受无义，做不义的，也是无奈的，还不平的，伊拢来有这个地方来拍平。哇，就感恩。所以咱就使这个王船来使，伫这用上帝领旨，就要使王船来平这个地方。哦，是。哟，啊，伊像讲较早咱地号咧下西洋，爱四三不可以。第一点就是讲头前尊庭爱防务免调。啊来中爱海做天马繁华，后壁啦顺风招商。这做咱王船的三宝。我才捌了这啦。咱才捌了这。捌了这是类厝哦，类厝啊，都安尼神明啊，甲你讲安尼打。是，感恩啊，足比。足感恩啊，足比。像咱准咧做一台就是这个做羊年。有一个一台咧。迄台就是。内底也一台，内底也搁一台，这台就是这美要上红的，这边也叫回天鹅，你每年，过年，还过年一届，有，这台就是3年一届款， 3年一届，再先做起来，先做起来，已经做起来啊，你上往遐一台也做模拟船哦，你真着入去看，是，有入去看遐就一台有模拟船，足感恩咱主机啦，唔知讲唔讲，哎呀，地主来学习，主就是解决痛苦，悲就是互人欢喜。悲就是解决痛苦啦，主就是互人欢喜安尼。感恩啊！安尼好来参拜，感恩。对啦。